那高雄是一个大都会，那如何我们把这种环境塑造成一个原住民的风格？其实这就是我们老板他一个小小的创意。那他就是从这个创意开始去想，刚好在八八风灾那个过程当中，留下了许多漂流木。那老板就在想说，那这些漂流木如果它有用处，它可以再造，那其实对环境、对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餐厅的一桌一椅都是老板亲自刨的木工啊，可能都是他自己来做，所以这就是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为什么叫城市部落呢？其实说实在的，都会里面你要塑造成一个原住民的风格丛林，其实它挂上城市部落，其实它没有失去原住民的一个风采，也没有失去它的风格原有特色可是它带了一点点的都市的味道进来，招待这边的所谓的都市人。对我们所谓的都市人，也就是说我们的汉人，对，那其实这就是我们在城市部落它所要呈现的。大家其实对原住民的料理，大家可能在早期对他们的料理可能就是比较重口味，或是比较生食的东西因为原住民本是狩猎的，所以他们可能是在上山去狩猎下来之后，可能用很简单的、很原始的风味去烹调它，那可能他们就开始在食用。可是来到了这个都市，来到了汉人的位置之后，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这部分。为什么？因为毕竟汉人的饮食习惯跟原住民的饮食习惯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在这个技巧上跟烹调上，我们就不一样的一个做法。那当然，16个族群，大家都会想说，那你们餐厅到底是卖哪一族的不好意思，我们每一族都卖。事实上，我们在文化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是需要更多人的支持我们。来到这里，其实不是只有看我们原住民的同事或是员工舞蹈者在表演。事实上，你看了所端出来的每一道料理，其实我们都有去考究。那相对的，我们在台中我们的主厨跟副主厨在跟南投的同富国中一样，我们有在帮他们做一个原住民的那个料理的课程。那我们每一周礼拜四，主厨或副主厨就会轮流去帮孩子上课。我们现在有跟同富国中做产学合作，然后教导原住民小朋友一些技能，如何把他们原住民的料理融入我们平地人的台菜的方法，然后去做创新。现在我在教他们做素豆猪脚，就以我们平地人在卤猪脚的方式融入他们的素豆。素豆是男人的极品，女人的保养品，然后融入我们平地人的卤猪脚，然后吃起来口感蛮 Q 弹的，还不错。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教导小朋友去往这个方向去做，发挥他们的创意，以原住民为主，然后加入平地人的元素创意这样子。因为毕竟我们也是原住民餐厅，我们不能偏离主题。对，我们还是要以原住民的元素为主，然后下去做改良，适合平地人吃的东西。其实我们希望的就是把原住民的料理文化，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有他们的所谓的那种传统文化，但是我们把他们的料理文化，也许稍做了一些汉化的改良，但是我们尽可能遵循到他们最主要的古早的做法。那来呈现最漂亮，而且口感最佳。无论在汉人
在原住民的朋友身上，或是外国朋友身上，都可以，从他们口中吃下来那个口感，那个满足、丰富、喜悦，我们带来的就是要这种感觉给客人。那其实，在原住民的丰年祭里面当中，他们是不同族群在不同的的月份里面我举一个例子，像阿妹那一族，卑南，他们就是1月1号，就是他们的丰年祭，也就是他们的过年了。我们丰年祭都在7月或8月那里，每7、8月都是小米收成的时候，就是为了要祝贺小米收成啊。所以大家就会挤在一起啊，族人用在一起啊，然后把小米弄出来啊，来庆祝这个庆典。然后我们庆典我记得啦，我印象中有到5天啦，然后就是跳舞啊，还有一些有的都会有什么竞赛啊，什么射箭啊。老一辈的话，又有什么摔跤啊，还有砍那个小米啊，这样子比赛，类似这种竞赛。那其实汉人的过年就是我们的农历新年嘛。那其实城市部落要呈现这个年菜，也希望在这个过年当中呈现用原住民的文化跟原住民的菜系，让客人可以得到这个我也可以吃这样不一样，不是纯汉人的这个过年的年菜。玄宇木桶饭是来自台东的阿拜，这个阿拜是原住民，他们以前的是算点心，他们有时候去打猎都是携带一些点心，就像我们台湾人的一些像粽子，它是用小米制作的，里面还包一些肉片这样，所以就是像他们的一些特色，就是他们的打猎的时候所携带的点心。这个木桶饭是咸鱼，是会去煎过，然后把它剥丝，拌这个饭。它这个白米饭是那池上的白米去拌一些香松，还有鸡粉，还有一些鱼油，这样制造而成。很多朋友如果到部落的话，应该都会吃到烤鱼这个料理。那我们的鱼的话是采用海虹鲷，海虹鲷的话它算是半海水养殖，就是它收成前的前3个月会注入海水，然后直到它没有土味。那料理的话也是以原味为主，它的腹部里面会塞葱姜蒜，然后外表会抹盐巴，前后大概要烤个40分。对，然后烤好之后呢，它把盐巴去除之后，皮剥开，它的肉是呈现就是比较细嫩多汁。这烤鸡是从我们店开始，就是我们店的招牌菜。烤鸡，它都用2斤多的那个招船鸡跑山鸡去烤。你一只烤鸡差不多要烤
1个多小时，1个小时又10分钟。所以我们的客人来的话，都是要先预定。如果你没有预定的话，你要来现场点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人员都跟客人说，你现场烤的话要等1个小时10分钟。如果客人说不会说嫌麻烦，可以等的话，他就会等。要不然我们都是有采预定制的，你预定来就可以上了。这个汁就蘸这个它的汤汁，吃起来像我们鸡胸肉吃起来会涩涩的，你如果蘸汤汁的话，吃起来它的味道不一样，而且又不会说很涩。一般很像吃鸡肉，就是大部分都会挑鸡腿、鸡翅吃嘛，鸡胸肉不会吃啊，因为鸡胸肉太柴了它会涩所以它就有这种鸡汁的油分，它有油分，也不会说很油，它的油分可以沾起来，有调味，而且还会比较滑顺。树豆它也算原住民的3宝之一。3宝有哪3宝？有小米、红藜跟树豆。那树豆的话，它算是原住民各族群当中很传统的一个作物。早期的话，在部落随处可见。那树豆它也叫放屁豆，它收成的话，大概每年的12月到1月是采收期。那采收之后呢，如果把它晒干，它可以保存很久。对，那我们店里面的话是把树豆跟猪脚作为结合。对，树豆勇士树豆猪脚。廖面虾鱼丸，它是那个廖面是产在台东的咸水跟淡水，咸淡的之间，就像以前的土龙，像我们的土龙都是在那个淡水跟咸水之间，人讲夹界的所在这样有迄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它有季节性，而且也是很稀少。我们的创意就是把这个亮面包裹在那个虾球外面，然后去用雨来菇还有一些蔬菜去拌根这样来做成这样，口感是吃起来是不会输花枝丸是十分的脆。飞机菜呢，它又叫山茼蒿，它的叶子是呈现锯齿状。那是日本殖民时代从飞机上撒下来的种子。那因为刚好是昭和年间，所以也叫昭和菜。它这样炒起来，炒一些麻油拌生蛋，吃起来口感很润，而且飞机菜又清脆，口感很不错。如果有原住民的朋友来吃的话，他们也是觉得说，我们的改良跟他们原本的做法是有稍微差异，但是我们的改良以后，他们也觉得说很不错。老板有时候也常常跑去台东去看一些，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菜色，然后回来跟我们师傅去大家互相去 check 去讨论看怎么做法。有时候不知道的话，也是可以去上网查询，还是去到他们部落里面请教一些比较资深的长老，他们的，因为他们比较复古，他们的做法是比较传统，所以就去研究他们，然后我们再来想看看有没有可以去改造、研发，还是在改变的菜色这样。
他是一个人，一个人。那因为定位一个人很少嘛，所以我打电话去确认。他写 KATO Kato 应该是日本人嘛哈。我打去之后，旁边有注解是一个吴小姐，然后我打去之后，跟他确认是一个人来用餐嘛，还是可能10几位，但是几还不确定。比如说可能12或15这样。然后后来他回答我是一个人对。那没多久，那位先生来了，他是一个日本人，年纪蛮大了。后来询问之后，了解他大概是快70岁，就一个人不会讲中文，然后就来这边，对，他应该也是要用餐看表演啊。那重点是我们公司当下没有人会讲日文，然后就非常手忙脚乱，就是一些很基本的，ごめんなさい什么多走什么，就是这样开始瞎掰。然后后来有一个阿美族同事，他就拿手机在那边就翻译嘛，然后翻译之后，我找到另外一个城市，我可以直接讲话，国翻日或是日翻那个中文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两个在那边对话。他其实也蛮开心的，他点了两瓶生啤酒，也吃了一些餐点，还蛮开心的。然后后来他拿一张车票给我看，要到台南的，但时间大概是9点多吧。但是我没有担心说他怎么讲，毕竟在他乡嘛，语言又不熟。然后如果像是我在车站的话，我可能自己要找很久。然后毕竟他是一个那么年长的伯伯，对啊，所以我就当下有请我们的另外一个同事，然后跟他坐车到车站，然后协助他上火车。那这里不仅提供美食之外呢，也有一些音乐或舞蹈的创作表演。那像每个礼拜的1跟3会有老师来唱歌来驻唱，有卢凯族的老师也有汉人的老师。他们所演奏的歌曲呢，没有局限说一定是要原住民的音乐，可是会尽量以原住民的音乐为主，就是希望平地的朋友们不用到山上，不用到部落，也可以享用到美食跟这样的欣赏这样的舞蹈。跳舞的部分呢，我们高雄部分有跟2个舞蹈团合作，一个叫主韵，一个叫南岛文化。那这2个舞蹈团呢，到我们这边表演的时候呢，就是晚上大概6点半到7点这个时间开始表演，表演的时间大概是40分钟。那它所呈现的绝对就是原住民很传统的舞蹈，例如像说是阿美族的迎宾舞，或者是一些像排湾族的战斗舞等等之类的这种东西，它会呈现在观众就是客人的眼前，用餐的客人眼前。其实我觉得这种文化的传承是很重要的，而且他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用族语在介绍。其实也许我们在汉人的听在耳里是听不懂的，但相对的他会把这个东西做一个白话的解释。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文化。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最美的地方，就是不同的族群可以融合在一起。但我们城市部落所要呈现的，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对，把文化再散播出去，我觉得是我们所要呈现的，对。7点半及5月5日晚上6点半到7点，暂时演出，借由我们的歌舞表演来推广城市部落餐厅独一无二、充满部落风味、创意、精致、卫生、健康的风味餐，也提供大都市一个充满人文、艺术、美食的空间。我们是高雄市原住民主韵文化乐舞团，新的一年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主韵文化乐舞团呢成立了10多年，那么因为我们成立这个舞团呢，其实没有要说做的那么大，是因为我们都市呢也有青年跟我们一样，就是需要呢知道我们自己的文化，所以这些原住民青年呢才会聚集在一起。那么慢慢的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一些原住民的文化。因为我们的原住民呢，现在目前呢有16族，那么早期只有9族，我们就从我们最熟悉的阿美族的歌谣开始学，因为有很多原住民孩子呢跟我们一样不会讲族语，所以我们就从歌谣开始学阿美语，然后慢慢学习，然后再告诉他们其他族群的文化特色，还有服装。我们的成员呢，其实一开始都只有国中生，那么因为他们呢比较怎么讲？因为当时的原住民的孩子呢比较弱势一点，等于是说他们没有自信心，所以我们因为表演的关系呢，让他们有一个舞台，让他们呈现自信心。那这个里面的成员呢，
其实不止原住民，那么还有其他族群的孩子们呢，也会在我们的族语里面。我们是台湾的原住民，欢迎你来到好山好水好地方。吼呀那咿呀吼咿呀，吼呀那咿呀吼咿呀，好山好水。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有一次，我们在德国演出，那么我看到有一个，应该是我们中国大陆的朋友在旁边看表演啊。可是因为我们前面还有几个舞团呢在表演，那但是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呢，这个大陆的朋友呢就用很鄙睨的眼神在看这些我们台湾非常专业的舞团的演出。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人怪怪的。到后来呢，因为我们是压轴的演出，所以到后来呢，是我们表演完的时候呢，这个大陆的朋友呢就很开心的跑来跟我们讲话。他说他看了那么久，他还是觉得我们的原住民的舞蹈呢，最可以让他觉得非常的感动。阿美族的过年也是真正表现阿美族文化的祭典，在过年季中可以看到最丰富的阿美族文化。借由丰年祭来庆祝过去，尤其是阿美族姑娘，她们曼妙的舞姿与轻快欢乐的歌声，是最让人印象深刻。这支阿美族红妆之舞，描述阿美族姑娘展现。在都市取得不易，所以透过他们呢，我们可以吃到我们喜欢的食物。不要说烤鸡嘛，因为它的烤鸡呢是比较道地一点的啦。啊，就跟我们在部落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回部落的时候呢，我们的族人呢就会烤鸡给我们吃嘛。那再不然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虾子，因为我们阿美族是用石头把那个石头弄热，然后再放鱼啊、虾啊什么的，其实都蛮符合我们原住民的口味。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阿拜，好，那个吉拿夫都是我们原住民爱吃的东西，所以这边也是可以吃到。还有飞鱼香肠。那个也是非常的好吃，所以我们也是为了要解我们的思乡情呢，其实我们也常常在这边办活动，就是在这边呢吃东西，或者是说要宴请一些我们的朋友，我们也会请他们来我们城市部落这边吃，因为在都市呢，其实要找到一些食材其实不太容易，一定要到部落才能找得到的，板藏就是我们阿美族的意思哦。因为现在比较年轻的人哈，现在都比较往都市跑，比较没有想要回去做部落的事情。如果想要看到比较原住民的东西，其实都要到比较深山的地方，像什么三地门啊，来义，还有台东那边啊，才比较有看得到比较原住民文化的东西。原住民会融合我们汉人的过年，那么其实我们的过年呢，其实是丰年祭。那我们目前呢都在我们的都市生活嘛，所以也会融入我们的汉人朋友呢一起过新年。
南台湾最强制作团队锁定台南、高雄53万收视户，强力放送广告行销、影片直播、活动规划，速洽 Home Plus 中嘉南平台数位内容中心。